3批留伫湖北的台湾人转来台湾，完成第29韓國有30個人未做發紅的比樣機。不過，沒有人認為廿8嘅旅保機一種票為人民幣2100元，差唔多呢係新台幣10500元，是在太貴嘅。行政長蘇貞昌強調，是用人為出錢。未來逢新型冠狀病毒對境外3年來，中國政府宣布對建幣821次會暫時禁止外國人入境。外國人拿一下有效嘅中國簽證同居留許可證冇辦法入境。各種香港簽證韓國有效嘅國際免簽，未會做下簽停。歐美疫情越來越嚴重，美國連登2年一年新增假病例數都超過1萬例，也一年罕增加超過17000例。到建幣當中總累計病例數超過85000例，超過中國，係全世界病例最多嘅國家。行政院不但基建提出對觀光旅遊業及健全的企業薪資補助方案，26個月隔天會增加一批。希望企業維持員工80日結，為補助員工達成嘅薪資市場，上限新台幣200元。未來逢長命連續假期，交通安多人可能會造成嘅防疫風險。交通部要求各主要交通總站，包含鐵公路岔頭、機場、高速公路服務區，韓國有要求營業處所，對新年初一起時外量體溫，希望連200兩日頭溫度都到為37.5度，也係天200兩日溫到38度日。站務人員就會見街頭，專門卡休息，也基本線上看。